4月家書丁先生一家澳門足跡遊記。我哋終於可以有機會搭金巴啦！今次3日嘅旅程，我哋去咗好多地方，亦包括咗好多宗教嘅景點，例如大三巴、玫瑰聖母堂、聖方濟各堂等等。我哋向純一去介紹呢啲教會嘅特色，當然唔少得一齊去紀念耶穌為我哋受難嘅意義。點解澳門有咁多宗教色彩？原因為有宣教士來華咯。馬禮遜係英國倫敦宣道會宣教士，第一位西方來華基督教新教嘅宣教士，中國基督教宣教先驅。而喺馬禮遜來華宣教嘅時候，都面對嗰啲困難㗎。曾經有人問佢：馬禮遜先生，你真係期望自己可以改變中國人崇拜偶像嘅陋習嗎？我唔能夠，但我相信上帝能做成一切事。如是者，馬禮遜喺1807年肩負宣教使命，啟程前往中國澳門。1810年翻譯中文《使徒行傳》，更加喺1819年向倫敦宣道會報告聖經翻譯工作已經完成。馬禮遜亦按立咗第一位華人牧者梁發牧師。呢個地方好熟悉喎，就係以前丁先生喺度服侍嘅地方啦。而呢度係宣道會台山堂學生服務中心，昔日服侍咗好多牧養學生嘅工作。而家呢個地方係用作開組同埋其他福音工作。再有澳宣培訓中心，亦都係訓練之用嘅。以前呢度幾個單位都係台山服務中心㗎，不過而家已經開咗好多唔同嘅補習社。呢度我哋昔日都搞過好多暑期聖經班，充滿好多回憶㗎。除咗去宗教景點睇返信仰嘅歷史，以及重遊舊地去返丁先生以前服侍嘅地方，我哋今次仲見到唔同嘅人，包括宣教同工、教牧同工同埋建道校友，能夠實體見面，我哋真係好開心啊！哇，好可愛呀！爸爸，快啲嚟石排灣郊野公園大熊貓館啦！不如我哋影一幅相咯，有咁大隻嘅大熊貓，入邊有4隻大熊貓，開開心心、健健同埋康康，好得意啊！仲有一隻咁懶豬喺度瞓覺嘅，我都好想帶佢哋返屋企啊！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，又係時候返香港啦。跟着宣教士來華，我哋先有機會認識福音。希望弟兄姊妹你哋都有機會去參加一次信仰足跡遊啦〜